減重咧係要減埋內臟脂肪嘅喎。大家知道咧，我哋有脂肪，有皮下脂肪同埋有內臟脂肪嘅。當你企上一個脂肪磅裏邊咧，你會見到咧你嗰個內臟脂肪嘅指數嘅。如果1至4度咧，你就係好好啦；5至8度咧，你就係正常。如果去到9度以上咧，就窄界喎。咁如果去到雙位數字咧，甚至乎你容易有三高啦，可能血脂啊、血糖啊、血壓咧係容易會升高嘅。咁大家要留意啦。今日俾大家3個 tips 點樣去減內臟脂肪。咁第一咧就係要減低我哋嗰個卡路里同埋糖分嘅吸收，避免一個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太多啦。當你嗰個代謝率去到譬如話1200啊、1300嘅時間咧，咁你記得咧你就唔可以食嘅卡路里超標超得太多，如果唔係就會儲存成為一啲嘅脂肪嘅。咁糖分嘅食物啦，即係有啲嘅粥粉麵飯嘅之類咧，大家都要去 cut 啦，要盡量係少食避免啦。第二就係一啲高壓環境啊！而家現今嘅社會啦，好多婦女啦、媽咪啦，可能喺生活上啊、工作上啊、家庭上啊、家務上啊、仔女上啊，甚至乎喺一個嘅人際關係嘅溝通上咧，都好容易有個壓力喺度啊！咁大家每日咧都要記住咧，係要去舒緩啲壓力啊！可能俾啲時間大家喺屋企咧，係一啲嘅 me time 啦，咁可能係一啲嘅做下啲深呼吸啦，做下啲超慢跑嘅運動啦、瑜伽啦，呢啲都好好嘅減壓嘅一啲嘅時間喎。而第三咧就係要增加一啲嘅肌肉量啊！隨住年紀嘅一個增長啦，肌肉就會慢慢流失啊！咁我哋要留意自己個肌肉喎。原來咧增加肌肉咧就會係增加你嘅新陳代謝率，亦都係幫助到我哋咧係減呢個脂肪嘅。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係做一啲嘅肌肉嘅運動啦，增加肌肉運動好啦，一啲嘅 TRX 啦、深蹲啦、一啲嘅肌力嘅運動啦，咁俾自己一啲時間咧係可以係喺呢方面咧係大家做多啲運動喎。咁可能喺食物方面咧，你都要係補充多啲優質嘅蛋白質啦。咁你呢一方面都係幫大家咧係增強一啲嘅肌肉嘅喎。好啦，希望呢3個 tips 咧幫到大家咧係減呢個內臟脂肪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話咧，都可以分享出去嘅喎。好啦，下條片再見你啦，拜拜。